做创？总啊，你当作我这个头家哟，后尾仔讲我咧煎料啊。煎料啊？无你即摆是安那倒遐你无爽快啊？哎呦，你想这头歹呢？咱囝有哦，安尼面安尼爱生落去料啊，人安尼浮啊呢啊！啊，你知影即款的河水心血、肝血、气血，清完起来啦。啊，你知影我着对这方面上来行啊，所以我去个青头店嘛，去夹一块药转来要怎好食啦。哦，有影，那这步你着上到的吼，嘿啦应该甲伊啊无影，甲伊讲话吼，诚忝，啊看伊迄面安尼烂甲安尼。哎呦，是讲这咧讲下头的啊。啊，咱即摆是用买倒转来要甲咱友好咧，咱无咱做几工啊尔，换你这友好囝。哎呦，阿母诶，你哪会遐谦虚啦？但即摆你是阿母，我是阿爸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咱家己的囝啊面生迄落型的，你会艰苦啊袂艰苦啊？所以咱即摆互更加撮合好，若要友好，后摆再我友好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讲的有理，算讲有理啦哈。后壁，阿母，啊你昨吼，咱新妇你甲试通了安怎？哎呦，你这无讲哦，无去啊！愈讲愈我愈当生气啊！你都毋知影哦，迄个新妇偌不孝偌恶个，你知无？我讲干那叫伊兄一个茶哦，添一个茶啊，甲我掠一下零的，讲安尼叫我去死啦！什么叫我点去？讲我袂晓讲话啦！真是的哦！啊，即款人家苦子去牵到累惨。好，那即款的吼，我绝对也无放伊煞。阿母，我甲你讲，即摆我甲试通一遍。你即摆要安怎甲试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即摆加破皮，看伊安怎对待我。有理。太少去食。爸，啊，即碗药汤是要啥啉的？当然嘛是要你啉的，敢有恁爸啉的哦？爸，我也无破病啊，我要啉这要创啥？哎呦，人恁阿爸吼是意思讲吼，装这药头要互你解毒火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若别项我就毋敢讲啦。啊，若讲哦解毒血、虚血啦，还是讲肝血啦，恁爸专门的。我阁比花刀我厉害哦。有影？爸，多谢你咧。哎，老的，拢讲这咧讲哦，咱即马咧照顾咱囝的身体，啊以后吼，咱若两个吼年岁饱了安尼，会辛苦病痛，因知安尼甲咱照顾。母啊，会啦，一定会啦。莫讲吼，恁安尼辛苦病痛，我甲恁照顾。就准讲恁咧开骹破伤，我哪共阮甲恁爱啦？嘿。安尼听起来算真友好啦吼。对啦，友好是友好啦，啊是讲要遮大铺，伊毋知爱我会见到袂。有这心就好啊。公公、宝宝，相公，啊，你今日无爱去买药草？哎呀，加减仔罔做啊。后呀，阿囝，呀你啊一工假毋干那挽药草，啊药草的介绍过来。这哦，无啥一定啦。啊有当时啊人若加摕互我，我就甲加摕啦。啊有当若减摕互我，我毋无咧甲因计较。啊，度一下日子，啊人若有加摕互我，我就安尼豆豆啊欠起来嘛。啊是讲这讲你若药草安尼啊歹，哪会规家开店做头家？母啊，佮家己做头家都要本钱呢。哎呦，做头家慢请时甲讲啦，即马赶紧哦，将你个草头烂去哦，紧以后好较要紧，吼，啊若做生意以后再讲。嘛是好啦。啊对啦，啊芬人我咧讲。我错是。哎来哦，来到遮哦，即马拢毋捌甲你去斗阵去买菜过，无你明仔载甲我斗阵来买菜好无？啊？哎，免啊，宝宝，我拢暗时去买菜。买菜有买暗时啊？是啦，啊，因为我朋友吼伫菜市啊做生意，啊，伊若阵的拢卖我，嘛是共款足钱的，啊，佫较俗啊。哎哟，咱有差价一丝仔钱啦，我身躯边仔有一颗西屉，明仔载我甲你来买菜吼。也毋过，来，叫你买一个菜尔，你毋过。母啊，啊算毋知影，啊阮某伊惊晒日头啦。是啦，宝宝，我若晒日头吼，头壳会戆，有当时吼会昏去呢。哈，遐严重哦？晒日头就昏去哦？厝的家境遐那好，啊算起来算是千金小姐，这算好惹人边啊。好个人。新妇的啊，我甲你讲，那安尼你身躯绝对有比例。来，恁爸啊，甲你摘一粒卖哩。对，真的。免啦，公公，我无安怎啦，我是身体吼较虚弱尔，要无吼，我来去找工吼抓药啊吼。无啦，啊阮呢？啊，毋要奇怪。啊，我好心好意要甲伊赞美，啊赞美也毋是讲注射大爱用威的，啊才是咧惊啥物？嘿，就是咩？啊，少年人吼身体就遮歹，晒一日头就会昏去，迄袂用的啦。迄哦，连工一定爱招出来外口晒日者。迄个来，啊我要来庙拜拜，你要去？啊，
免啦，你家己去了，我吼无啥爽快，我哦，休。好啦好啦，啊无你要厝的啦，啊我来啦吼，啊今我来拜拜啦吼。哇，你行好呢吼。好啦好啦。哎呀！爸，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我规身躯拢酸软只哦。是倒疼啦？哦，我个卡疼。卡疼啊？哦，我手嘛疼，手嘛疼。手疼。哦，颔骨仔疼。哦，疼啊疼。哦，肚臍疼。爸，我看吼，你疼到安尼吼，规我身躯你伫咧房间吼，啊先摕一下休困一下啦，看会较好未？哦，卡整只。哇，在房间啦。好。副组，我的查某囝月芳年岁已经袂少啊，到当也未成亲。本来我是想要互我的外甥仔吴天良，甲伊配做一对，哪知影我的查某囝无介意，啊，这款代志咱嘛无法度通甲勉强，而且祈求佛祖保庇阮月芳啊，早一日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。佛祖啊，我是陈月芳啦，请你保庇哦，保庇我嫁一个够缘投够有钱的翁。啊，若放火哦，烧准伤迄件代志，迄毋是我做的，迄阮表兄哦，我是干那参加计划尔。若有报应哦，应该是阮表兄，毋是我的嘿。副组啊，拜托的啦，救救，啊若无救哦，有人会夭寿啦。啊，我啥物人你知啦吼？啊，我烧死吼，迄个垃圾鬼了吼，我安尼暗时啊困啊困袂去，啊食也食袂落。拜托，你著甲保庇哦，保庇叫伊吼死就死落去，莫甲我高甜啦吼，拜托。有纸，迄个吼周少爷吼，你在保庇平安无代志嘿，迄个吼啊，互伊有伫外口吼，拢会找到更较好的眠床通困嘿，互伊无所在通困哦吼，拜托吼，感谢你啦哈。啊，伤憨啦！啊，人一口14个人啊，伫咧拜，啊，每一个人下愿拢总无共，安尼佛祖是要有法度通替恁排解？哼！玉萍啊，你甲夫人来去后殿拜拜哈。好。月芳，啊，阿娘，我最忝的啊，我不爱去啊啦，我当遮等你就好啊，哈。好啦，阿姨啊，啊无吼，我到遮陪月芳啊，吼。安尼哦，啊无恁两个踮遮等啦吼，我随倒转来。好，玉萍，咱来。啊，迄个俊生啊，因迄个老母，我想讲伊会来遮拜拜，讲安那答也未来哈，奇怪啊迄。哦，掠伊娘个长的，算命甲我讲我犯到迄查人关果然有影都对。哎呦，新妇啊，当时你也早来庙拜拜哦。那什么人是你的新妇啊？莫得冒白叫好无？小查某。哎，我妈妈小查某，我是恁大家呢，煞要叫袂记你晓啦。对啊，下少年呢，你讲我嘛。我吼，这人你有熟悉哦？表兄，等下都甲你扇落去呢。我有嫁人晓，我第时吼有大家啦，正讲。哟，我煞叫袂记你哈。我你是倒位来的小查某哈你啊遐？你咧半路咧认亲家哦哈？我讲你若是假笑，我甲你误会哦。无啦，少年你都唔知影，新妇你嘛听我讲一下，你，我若甲你讲话，你定下讲。你别讲我袂来哦。我甲我新妇讲话，谈什么地带？你就想啦，我甲我新妇讲的你是咧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无啦，阿娘，哪有什么代志啦？啊，都有一个小的啊。月芳啊，不要紧啦，人是认唔着人，莫猜袂着好啦。行，咱来等。无咯，新妇，我袂讲着话，你这么做，我就做你走。这阮是。那你新仔，你是要新骨头某晓你啊哈？你莫在咧半路咧认真假啊！我甲你讲哦，迄是本少阿囝心情袂歹哦。啊若无，我就无帮你煞。后回若我安尼哦，咧激闪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就甲你来去官府遐严办。闪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哦，哎呦。即摆是想着人讲吼，歹伊当搞笑人，这下摆对着我吼，讲我是因人搁食啦，哎呦，真酸。无咯，这个，
哪有这块叫过？啊，这毋是阮做生爱的，安尼拄仔个少年的，家己做伙，啊，伊毋谈女人，啊，这毋阮囝做生爱的，安尼拄仔个少年，啊，我无得来看要哪个做生啊，做生啊！呀，恁这安尼长嘞，恁人哪弄袂着，啊用皮哪会算弄会着啊？无怪哦，讲这用皮会当骗啥啦？